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湯係珍珠肉杞子煲石斛。呢個湯有益肝明目嘅功效，最啱經常用電腦工作同埋玩手機嘅人。首先，豬展要出水，杞子、珍珠肉浸半個鐘。我用咗冇打硫磺嘅淮山，所以係唔需要浸嘅。土耳其嘅無花果色澤深黃色，因為佢冇打硫磺，所以呢個都唔需要浸。首先，我哋將無花果剪開一半。石斛條需要浸4至5個鐘，然之後我哋要切斷，因為石斛條嘅膠質比石斛粒重，剪咗啲石斛條，個膠質就會滲晒喺個湯度噶啦。我哋可以落第一轉嘅材料：珍珠肉、淮山、石斛條、無花果，最後落埋薑，跟住煲多半個鐘。最後我哋可以落埋豬展、杞子，煲多1個鐘咁就搞掂㗎啦。珍珠肉即係珍珠蚌嘅肉，質量以南澳最好，因為南澳水質清，全年嘅水溫19度，水入面嘅微生物豐富，就可以養出一啲好肥美嘅珍珠肉啦。